洗约翰被关到监牢以后，耶稣就到加利利来开始宣讲上帝的福音。那耶稣的话是这样说的，耶稣传福音的第一句话是这样说的：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上帝版就写成上帝国近了，时候已经到了，上帝的主权已经到了，你们应该悔改信福音。我们再发现耶稣的话里边，他从来没有解释，当他讲悔改信福音，那个悔改是什么意思？他从来没有加以解释。虽然很多的释经学家解释圣经的人这样说，这表明一件事情：当耶稣在讲悔改的时候，他相信在座的或者站着的任何一个人都知道他讲的悔改是什么一回事，那是不用解释的，在整个以色列的社会里面，大家都清楚的事情。那我们就要问一件事情：在耶稣的时代，甚至在旧约的时代，他们到底了解的悔改是什么意思？以至于耶稣讲出来不用解释，大家都知道那个悔改是什么意思。希伯来文 teshuvah 这个字的悔改的名词。那这个字的动词是里边的shub 顺，动词在里边。那这个 shub 这个动词顺什么意思呢？很简单，就是转过来，转向。你本来向着世界走，但你愿意回过头转向上帝，这个转向的动作就是悔改。浪子回头转向。你本来往那个方向去，但有一天你说不对，我这个方向不对，我转过来，那就是悔改了。耶稣在一开始传福音的时候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应该离弃罪恶，归向上帝。”这是整个福音中的福音，核心中的核心，基督信仰的要旨就在这里。其他很多说基督徒应该怎么看工作、看职业、看那个婚姻生活，那是后面很多的问题到后来在教会在新约时代教会到教会时期，才开始衍生很多的问题。最核心一开始的问题是，耶稣说你们应该要转向上帝，这就是悔改。我举一段经文我用一个实际的例来说明什么叫悔改。我这里有，你们如果可以翻得到的话就翻，没有的话你们就听我念啊。历代志下，我的和本是旧约453页历代志下第33章第13节请各位看着我来读这一节圣经这样说：他祈祷上耶和华，这个他是那个马拉西耶和华就应允他的祈求，垂听他的祷告，使他归回耶路撒冷，能做国位。马拉西这才知道唯独耶和华是上帝。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句话有一个大背景。马拉西是西西家的儿子，西西家是一个很好的皇帝，敬拜上帝，而且勤政爱民。但是不知道怎么搞的，生了这个孩子完全跟他爸爸不一样。怎么说呢？这个人不止荒废国政，而且开始拜一些当地的神明，拜巴力，为他们筑坛，甚至把这个坛都建到圣殿的里面。而且这个人拜星星，这个人用法术，而且教鬼、观兆头、行巫术。他在宗教学上做了一种叫做混合主义。什么叫混合主义？就是说我不是靠着你不要拜上帝当然那上帝要拜。不过也可以跟着拜神明，也可以做着教鬼的事情，也可以行巫术，这叫做宗教上的混合主义。上帝不是独一的上帝，上帝是跟其他神一起被拜的神之一。结果发生了什么事情？马拉西后来被北方的亚述国攻下来，他被抓到北边去。被用狗链子拴住，绑在荆棘之上，好像被狗一样的看待。他在那样的环境里面想想，我今天怎么有这样的经历？上帝发怒了，他在那个地方向上帝说：“我悔改，求你让我有机会回去，让我有机会重新开始。”上帝听了他的祷告，让他回
归国。今天的经文怎么说？说他祈祷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允他的祈求，垂听他的祷告，使他归回耶路撒冷，能做国位。马拿西这才知道唯独耶和华是上帝，让他回去了。上帝听了他的祷告。你们知道吗？在犹太人中间，其实除了经文以外，还有很多民间故事，还有很多的传说。这些传说都是在他们宗教生活里面产生。有一个传说是这样子的，讲给你们听，非常好玩。一个这样恶劣的人啊，竟然把，就像我们现在民间的庙宇被盖到拜堂里边了，盖在一个敬拜上帝的圣殿里边了。所以，当他在恳求上帝怜悯他要悔改的时候，你知道犹太人的宇宙观吗？你看那个挪亚大水，他说这是世界啊，外面是水啊，天窗开了水进来，那就变成水灾啊，那是他的宇宙观。创世纪是通过这样的宇宙观来讲上帝的救赎啊。那犹太人的那个很多的故事也通过这样的宇宙观在传达啊。他说，马拉西在祷告的时候啊，那个窗子嘛，天窗有那个轮班的天使在开，正好轮到那一班的那个天使就想把那个窗子关上，不让上帝听到他的祷告。这么恶劣的人，怎么可以让你的那个祷告给上帝听到呢？所以准备要关那个窗子。要关的时候，这个天使先问上帝：“上帝啊，像马拉西那样的人，你会不会听他的悔改的祷告？”结果上帝对这个天使这样说：“如果我不听他悔改的祷告，我就无法接纳其他所有悔改的罪人的祈求。所有任何一个罪人，他愿意转向归回我，我都愿意接纳。我们在这件事情上清清楚楚的明白，神爱世人，上帝爱每一个人愿意归向、转向他的人。这样的故事，其实在历史里面非常的多。任何一个穷凶恶极的人，他愿意回转，上帝都接纳。所以犹太妈有一句话啊，今天你这个故事，这句话你可以记起来。他说一支箭可以射大概最多几十、几百公尺，一支箭。但是悔改的箭可以射到上帝的宝座的面前，够不够远？我刚刚提到有很多人悔改的故事，就会有没有？有，我刚刚讲的马拉西亚，新的有没有？有啊，撒该啊，对不对？他从树上下来，然后跟耶稣说：“我讹诈了谁？我愿意还他4倍啊！我愿意怎么样？悔改啦！”保罗是不是一个悔改的人？悔改啦，进入初代教会，有没有人悔改？圣奥古斯丁啊！你知道奥古斯丁的年轻的生活很烂吗？这人悔改竟然成为一个法律学家、一个神学家、一个哲学家、一个心理学家。进到近代的教会，有没有人悔改的那种很感人的故事？我常常喜欢讲那个尤纽顿的故事啊。我讲尤纽顿，你知道他是谁的？请举手。有一位，你们知不知道？《奇异恩典》的作者啊。他说：“前我瞎眼，今得看见。”你们知道吗？他写这句话的时候，他眼睛快瞎掉了。他竟然说：“我现在才是看见，我以前是瞎眼，以前是眼睛好好的呢。”所以他讲的不是肉体上的眼睛，他讲的是心灵的眼睛。为什么他这样讲？因为他以前是一个贩奴的人啊，卖奴隶的人，把人当作物品的人。这个人吃喝嫖赌无恶不作了，到最后是把自己的钱全部花光了，以至于他自己都变成奴隶了。他爸爸在英国看的是受不了了，我给你一张船票，你回来你我养你。就这一条船要回英国半路，那一条船遇到暴风雨，几乎要沉。John Newton 在那个时候大呼喊：“上帝来救我，我愿意成为你的仆人。”你知道这个人的悔改对这个世界的力量多大？到今天你我都还在唱。牵我手，
伟人背后是那么不堪的故事。那么不堪彭而伟人的中间的核心是什么？悔改，转向，面向上帝而走，走一条神圣的路，而不是世界的路。我问一个简单的问题：如果这个故事是在旧约、在新约、在初代教会、在整个人类史上，我们台湾有没有这样的故事？我曾经在我们教会讲过一个比较拐的故事。清朝的时候，这个人是强盗，这个人信耶稣以后，几乎那个村庄里面的人几乎都信了耶稣。其中有一个人的儿子就是黄埔东牧师，成为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第一任的总干事。那个故事很精彩。今天我不重复这个故事，我讲一个新的。1975年，离现在不是很久很久以前，张牧师经过问1975年了啊。那时候我在念研究所，有一个职业杀手，靠杀人在赚钱。从无期徒刑变有期徒刑，变折半，然后大赦出来。老蒋过世，严家淦上去，然后他的大赦出来。那这个人姓我不知道，他名字叫扁炎啊，这个台湾人很常有名字，国字旁再一个扁啊，两个火的炎。扁炎兄他一出来以后，他发现说，我这一辈子如果再这样下去不行，而且我有5个孩子。我希望我5个孩子在一个正常的环境下成长，所以痛改前非，跟他的太太一起去学一道技艺。现在讲给你们都知道了，很简单，他给人割了，造成那个圆圆就给人割嘛，用成那个什么叫做大阪烧嘛，被压下去让它弄上来，就是那种东西嘛，那种东西。技术不难嘛，就是你调和那种东西要多久，器具买一买，啊烤要烤多久啊？去问一问了，3个月去塞啊，他就到某一个那个市集的旁边就去摆摊，摊子就开始卖。第一天开了没多久，就有一个天啊地2个人就走路这样走法的过来了，谁准许你摆在这里？边讲边把它调和好的那些要做的原料全部把它倒掉。我跟你讲啊，你明天没有准备好，准备好什么？钱啊，保护费要交啊，表面上你们属警局管的，地下是我管的啊。你明天没有准备好，我就把你整车全部把它翻掉。第一天是2个人。第2天来了6个人，我这6个人来到这个人面前，其中一个站起来，举着90度的高，多谢，阮世目睭血晒苦条，唔捌你什么人，请你宽宏大量原谅他，送上一个红包。他当年是他乖的乖呢。你这个小弟在讲什么啊？哇，他什么都没讲，在那里做他妈给人割，什么也没讲，这些人都跑掉了。这是真实发生过的事情。这个人在他要去卖给人割的半路，1970几年，他就听到旁边有一个宗教房有人在那里讨论台湾的前途，非常感念。这世界怎么？自己的事情都来不及管了，怎么还管到别人的事情，还关心台湾的前途？越听越有道理，越听越喜欢听。他在听的过程里面，他认识一个教会叫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他也开始觉得心中有一个空虚之处，需要有东西填满。他知道他需要信仰，但是一直信，这个信仰到底是哪个信仰？是民间宗教，是佛教吗？是基督教？基督教我要到哪个教会？哎，一听。长老教会所做的，他自己心里觉得说被感动了，所以他就到嘉义西门长老教会受洗，为他施洗的牧师陈明显是我学生工作的同工，那是1980的事情。台湾开始选省长，我们中间经历台省选省长的人大概很少了啊。那宋楚瑜跟跟谁选啊？陈定南，对不起，
咒水跟陈定南选他洗礼以后，都乖乖的全家到嘉义西门长老教会聚会，都让小孩子念主入学，都非常的好。但陈定南选省长的时候，他去帮忙当义工，很忙到差不多2、3个月没来礼拜。最后选举的结果，我们知道陈定南失败了，宋楚瑜去当省长。陈定南失败，他崩溃大哭，他无法接受一个这么好的人，廉洁支持的人，怎么选不上？他人民的眼睛到底是怎么了？他无法接受。但更让他难受的是，他这2、3个月都没去礼拜堂。1997年2月4号清晨6点，陈明贤牧师已经去了美国，他后一任的牧师叫做卢俊义牧师。卢俊义牧师，他有一个习惯，清晨5点半就起来跪在圣坛前面祷告。卢俊义牧师到6点的时候，听到那个嘉义西门长老教会，如果你知道那个结构，离开礼拜堂有一段距离。他那礼拜堂里面还听到外面的门在撞击的声音，那个声音一定很大。我从小我是那个教会的那个幼稚园长大的，我很清楚那个距离。是谁清晨在撞那个门？就是他出来一看，是卞良呀，丙元兄。那门开了，那丙元兄一进来，就抓住卢俊义牧师的手，话都没有讲，从外面一直走到圣坛前，跪下来。卢牧师不知道发生什么事，跟着他跪下来，开始大哭。上帝怜悯我好几个月没来礼拜，求你赦免我。我为了我追求的事情，我忘了在你面前敬虔，一直哭啊。一个刚信上帝没多久的人，为了他没来教会，哭成那个样子。卢俊义牧师说他没有干过。我们这种像我这种第3代基督徒，有时候的礼拜天叫学校还要去什么主持什么考试，习惯了。我们有时候祷告说因为何以的原因今天没有来参加，我们常常不是这样说吗？可是他心里难过，上帝，我已经2、3个月没来礼拜，求你赦免我。那时候他知道他肝的毛病已经很严重，而且也长多了，在那里哭。卢俊义牧师陪着他哭，陪着他祷告。那是1997年2月4号清晨6点发生的事情。隔2天2月6号，他在病床上去世。卢俊义牧师帮他换衣服，全身恰红恰红。不过我告诉你，他在我心目中，他是圣徒，他是被分别出来的。他在圣徒中的位置，没有输给圣奥古斯丁，都是一样的力度，一样的强度，那种悔改都是一样的。在上帝面前所蒙的恩惠都是一致的。我们一喜一主一喜一上帝，我们同蒙赦免，同蒙接纳，同样被激励走天上的路。你想什么？耶稣基督一出来传上帝的福音，第一句话是：“请记得，我再念一遍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同心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成为你的门徒，让我们离弃罪恶，转向你，帮助我们真的在这条神圣的道路上谨慎我们的言行，借着我们所说所做的，让荣耀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